真係估唔到喺中山居然仲有一個樓盤交咗樓，仲會繼續幫業主做升級嘅。佢就係我哋石岐區嘅一個金鷹半山花園。喺2024年呢個小區咧，仲投入咗將近200萬，將公共區域同埋我哋架空層去重新升級咗一次。依家咧總共有6大主題同埋23個架空層嘅一個使用空間。我喺中山睇盤咁多年，講實話，交付之後仲投入升級嘅項目真係唔多。好多人咧可能唔知道，金鷹半山花園腳下其實係一座58萬平方嘅城市綜合體。咁喺呢度包含咗金鷹未來中心嘅 A 座、B 座、中山石岐萬象匯、金鷹商業街、辦公、公寓、酒店，係一個完整嘅金鷹城市級配套體系。搭永東巴士返到我哋屋苑樓下，一路之隔咧就可以去到萬象匯嘅 shopping mall。另外500米範圍內就已經涵蓋咗我哋嘅一個市人大，包括自然資源局以及我哋界廣場，仲有大家最關心嘅地鐵口。依家好多人買樓只認4.0精裝，但金鷹半山花園咧已經係達到咗4.0嘅居住體驗，尤其係全新升級嘅一個裝修風格，可以達到更加多嘅定制化。10米嘅餐客一體空間，做咗全開放式嘅一個設計，無論你樓層嘅高與低，都可以滿足到我哋嘅一個採光以及我哋嘅通風。小區仲自帶有大概8500平方嘅一個園林、半山、水景、泳池，喺屋企咧就可以睇到噶啦。如果你睇重成熟商圈，仲有現樓交付嘅房子，仲有生活便利度嘅金鷹半山花園咧，值得你過嚟了解一下。我係 Terry，一個專注中山好房子嘅本地博主，我哋下期見。